生某，生啥某？无啦，我你看就水有没有？哎，恁这几个菜逼班要当楼下的。真的菜米吧，淡水，你到什么呀？你叫阮想啊？你想啊？宝贝，你慢来乱呐！我伫你这营区遮久啊，就喊你有人问我是倒一位的。哎，我甲恁讲啦，别个营区哦是拢比几梯啦，咱这个营区较特殊啦吼，拢是比号码。咱只问一个吼，啊无你是几号啦？你耳孔甲伊拍开哦，听清楚，我的号码叫做零靠背。我哪感觉你在讲歹话啊？我号码就安尼啊。你该念一遍。老师在讲，你拢无咧听；老师在讲，你拢无咧听，你拢无咧听嘛。要讲号码时阵爱念文音对不？哦，文音嘛，文音啦，啥物咧靠背？文音。空9898。安尼就对啊嘛。来，我看卖，我算一个吼。空9898，一批尔才臭屁。立正，你什么叫你？立正，小休一个，走死啦！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小休一个，立正，去边啊？假鬼假怪，一批尔，你搞大细声。你迄哪爱较讲的，就大声。我记得我拢咧食熬糖，食好糖。脑疼。笑，你几号？我的号码吼，讲出来你会惊啦。我惊，笑死人！这个营区吼，惊，我可唔捌惊过。来，你讲出来。我的号码就是，哩啷，我是恁老师啦。为什么？会惊无？为什么你的号码听起来拢有一种咧骂人的感觉？啊！我你耳孔是爱塌你呢？安尼嘛才土皮尔，土皮我会惊你啊！土皮。卡来手来。你早声苦呢？累，哭了。爬起来，苦累，爬起来，苦累，爬起来，苦累，叫你苦累，你搁爬起来，去边啊？进来了。乱七八糟。哎呀，这莫名其妙乱七八糟，菜逼吧！哎呦，我捌你啦。哎，你几号？来注意听，看好哦。我的号码就是重缺。喂，无啦，我之前就袂给你交钱，所以号码用收。收起来！你讲这是电话号码哟，无人用收起哦。去边啊？听讲你真惨嘛？啊，恁这个你上歹嘛？啊，唔足歹诶！我敢会惊你哦。啊，你爸爸是无咧惊你的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有听讲你这丛的啦吼，这大丛鼻孔毛拢藏出来啊啦。我甲你讲，我知影你有甲我当作对手，但是我无甲你当作对手啦。我甲你讲，你想要来这做头，无可能啦！今仔日我若无甲你处理，明仔载我就互你处理去。今仔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无办法。来甲处理嘞，处理嘞！比起来，咱的号码看谁来比看卖啊，像惊像，即摆算到三个掠落来啦哈！真两三，来哦，处理嘞！靠我的真两三来看着啦！空，歹势吼，8，白铁啦，安怎？一般铁机吼是8，叫四枚，我8啦，9枚啦！阿妈，我的生日杯！1下2上1，来，你有坐过伏地挺身哦？有呢，我真正有。你去遐坐一下。我我看这个菜逼拍做会起来无？来去，几梯的来，硬坐落。好，好啦，恁这菜逼吧，拢给我徛好，徛好，放啥货？连讲吼，我若要经过吼，恁上好拢闪到边啊，莫伫我面头前开讲，安尼有聽到无？是菜逼吧，哈哈，这个野区我上大啦！大刷呗，保持起跑，好，感觉。感觉好，2-2了。
垃圾，密密麻麻的创啥货？报数。来，免报，来老高你啦，碰老高你才行啦。咱这个营区无咧比什么长官，也无咧比什么规体，是比号码。好，来看这个。巴，八啊九鸡九啊铁八门，八啊铁，啊无你是几号啊？你有比我大无啊？你是不给他定落？嘿，你几号？来，一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条龙。什么？即马是你长官，我长官，你甲我讲我好。报告长官你好，是你长官。长官陪你处理。好，长官你好，连桥是。拍了好。长官。战争，咱要对抗毋是敌人，抑个要对抗这天气要变化，咱拢毋知影，是当拢按准备好势，站来。所以，今仔日要做一个特别的训练，看到无？哦，伊也伫遮，食物伫遮。什么人？我就伫上短时间将这碗面吃完，迄个人就是金。请给你们这个动作，迄个枪啊、炮啦，那乒乒乓乓连身躯安尼，一来，所以这个环境之下，上快上加上紧。第一位，林志玲这位。好，一位，考验开始。慢困起来。讲得好嘞！电筒关起，电筒关起。来几秒，我了解者。19秒点71，哦，都紧的。呀，对，是我拢倒去啊，红台天啊，好难听啊！哎，没当穿裙呢。啊，有影啊。第2位，要辛苦的。你也塞哎，你哦，那个谁哩？哦，加油，按脚好屌哦。要我调，要我调。会背哦。我是建议你先学好，我会啦，我会晓。浑身夹起来。我甲你讲啊，我国小的时阵吼，安那？都穿裙去高空弹跳。真的哎，啊，讲真的，真的啊，够秀哦！真的啊。考验开始。哦，就紧的呢，就紧的。 50秒吧。哦，我睡。哇！ 11秒点88，哎，你3大波的飞燕嘛，人查某囡仔11.88秒能够完成啊！来，再叫你啊！啊，那是不是喺卡波叮当去啊？我是一个偶像歌手，什么叫偶像？我在改参加就偶像歌手一族。吧，之前一再代志，唔好讲这过去啊吧？我做什么老目屎？你使留我紧吼来，考验开始。你食到连地都无去啊！啊，未正经请就 lucky 啊！来，等下，你的时间是14秒点43，过来，落卡你先来。好啊，而且报告营长，我感觉这个较大碗呢，干嘛？大有。那是照人的心肝来分的，你要吃较饱安尼的啊！安尼才食会饱哟。给你要了，你战场需要体力。对，爱先喘气，无就喘气对无？对啦嘿。就爱情穿开。考验开始。
爱吞了，爱吞了。你是屁股在讲？我都穿鬼啦！真正我有穿裤呢。我知啊，哦，你讲啊？面食足紧的啊，但是你食要到30秒呢。哎，你即马看引导呢？哎，你即马变个引导呢？哎，我这谈我俩就故意的。哦，刚才玄彬嘞，不，等。太阳的后面，太阳的后面，爱的乱降啊！太乱讲。好食无？哎，没法讲。对啊，来，搁一位，下一位。哦，你也嘛出懂啊？你是讲对情况开始，讲，你怎么讲？看宾馆，你怎么比我还大啊？大碗代表5千块。对哦，安尼我就敢加了呀。哎，嫁入你的瓜会使，你一定会使，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！会使帮我加一撮酱料无？哎，上好卖加，哎，啊嘛等下酱料伫你的面。你袂当穿开，你见如果要求遐济，好，等下电风先开，好来，考验开始。小婷。有要紧无？你听讲我有啊，讲话无啊？有要紧无？你是要无？我我有讲话。有后悔惊到落去无？有后悔，但因你好。哎，你这喙鬚，那是白色的。是报告你。是了， 31秒点52，所以今仔冠军是迄个啱。11秒点88，但是这个大拢袂歹，有一个吼，我感觉要较比淡薄啊啦。你我哪有啦？有啦，你有人你甲压去边啊？啊对对，我有小用手这样。对，你这吼，你这款行为叫做吼老伙仔成尖，囡仔行路。好来哦，到底对一股才是正确的形容，战胜第一股才举手。无人，我感觉，根本老我感觉，我要的，我感觉。你还搁咧笑？你讲，天哪！老伙仔撑尖，就是因为老伙仔已经目睭无好啊，啊伊要撑尖，甲安尼撑，袂过。袂过真拼的啦，足拼的。安尼那是好食。但是跟这个状况无共啊。你要吞了无？我安尼再讲，我感觉老伙啊，无一定就看袂清楚啊。反正伊目睭足精的，哦，但是伊如果叫做老伙啊，豆豆来，哎呦，就是头一步一寡步数人的动作伊袂使，其实伊拢足够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小可这种感觉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因为这是我头先伫咧正场的时阵感受到的。好，啊你去啊？OK 啊，恁两个有恁两个一个月有啥？哎，咱两个恁三个是选囡仔行路，对，是安那？我有分析啊，我太分析了。分析。婚庆我有分我是讲析啊，你有分析的，我有分析。分析安那？因为吼，伊这囡仔行路嘛，啊行路一定是一步两步的啊。哎，所以你讲倒一个是头一步嘛，甲步有关系的就是行路啊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哦足巧的我有分析分析，有这简我这单吗？体技就巧对。不对？哎呦，真正袂歹。不是安尼。你是这意思吗？对哦，就是
我知影意思啦，我知影答案。这差不多个是安尼啦囡仔行路，囡仔就是细汉人嘛，细人小偷食包小小人人行路。哦，了解了解。头仔讲啊真对当，因为啥囡仔人行路较细步啦，细步拢行是细汉人的行的步，变少年步啦。哦，少年步就是我拗步啦，够卑鄙的啦，拢想迄有空无顺的安尼啦。哦，这种干巧巧哦，天不容。哦，你有够了的啦！啊，另外一句就是啥，老花啊，床尖，因为老花啊，目睭较无好，目睭花布啊，看到菜瓜，目睭雾，白啊看到脸无，目睭楚，变数看到好地路。啊，要床尖的时阵就安那，去找啊，找迄空啊，所以变啊找空，找芳，所以是找空找芳就是啊。伫遐作鬼作怪，所以人讲照头这，因为阿辉丁辉也是靠迄拗步啦，所以正答案应该是囡仔行路。是。